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平安。很高兴在星期天，很多人可能会出去玩，或者是就是在家睡觉，但我们能够一起因着神聚集在这里。我们邀请大家站立在神的殿堂当中，让我们早上能够充满活力的来赞美我们的神，一起来拍手。虽然眼不能见，万军四围环绕我，相信你必兴起为我们看顾，敬拜宣告的神，主你正在行神迹，相信你必同在为我们征战。扬声歌唱，敬拜时，你战胜仇敌；信心举手，赞美时，你的能力要兴起。举起手来赞美他。征战的神在于你，征战的神在于你，兴起开路，有万军不为我，赞美时，求你靠你。征战的神在于你，征战的神在于你，耶和华你的神，我信心被坚固，要值得神的惊奇。哈利路亚！耶和华是我们的盼望，是我们的力量，阿们吗？让我们再一次用我们的声音，用我们所有一切来敬拜，来赞美他。虽然眼不能见，虽然眼不能见，万军四围环绕我，相信你必兴起为我们开路，敬拜宣告的神，主你正在行神迹，相信你必同在为我们征战。扬声歌唱，扬声歌唱，敬拜时，你战胜仇敌；信心举手，赞美时，你的能力要兴起。主，我们欢迎你，征战的神在于你，征战的神在于你，兴起开路，有万军不为我，赞美时，求你逃离。征战的神在于你，征战的神在于你，耶和华你的神，我信心被坚固，要值得神的惊奇。耶和华你为我们征战的神，征战的神在于你，兴起开路，有万军不为我，赞美时，求你逃离。征战的神在于你，征战的神在于你，耶和华你的神，我信心被坚固，要值得神的惊奇。这时候邀请我们一起开口来宣告神的属性，我们一起来大声的来赞美他。哈利路亚！我们赞美你，得胜的主啊，我要来赞美你；平安的神，我要来赞美你；是为我们征战得胜的神，我要来赞美你。我们将掌声荣耀归给我们的主。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赞美你，你配得我们的荣耀和赞美，谢谢你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。主，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赞美你。主，我们邀请你在这时候与我们同在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敬拜的是你。主，但愿你的圣灵在此时降下，求你安静我们每个人的心，在我们所唱、心里所想，都是在你的身上。主，你知道我的软弱，你知
到我的软弱，你用生命的大能来坚固我，你的恩惠和慈爱为我预备。你心是极其广大，你的怜悯不知断绝，满有恩典。我寻求你，仰望你的容颜。我呼求你怜悯，我呼求你恩典，我抓住你应许，坚定依靠你，怜悯人世向审判跨身。我呼求你怜悯，我呼求你恩典，你同在不离开，圣灵扶持我，你是我拯救。对主说，主，你知道我的软弱，你却坚固我。知道我的软弱，你用生命的大能来坚固我，你的恩惠和慈爱为我预备。你心是极其广大，你的怜悯不知断绝，满有恩典。我寻求你，仰望你的容颜。主，我呼求你，我呼求你怜悯，我呼求你恩典，我抓住你应许，坚定依靠你，怜悯人世向审判跨身。我呼求你怜悯，我呼求你恩典，你同在不离开，圣灵扶持我，你是我拯救。我们生命有许多的破口，我们生命有许多的一个软弱，但有神的一个来填补，有神的爱，我们就得以完整。这时候邀请大家，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，来向神祷告，将这些软弱、将这些问题都全然交给他，并且求神来挪去我们生命中那所不属于他、那些属于恶者的。我们一起开口来为着我们的心祷告。主，我们向你承认我们的罪，主，我们向你来承认，主，我们需要你。主，我们将我们的软弱都交给你。我呼求你怜悯，我呼求你怜悯，我呼求你恩典，我抓住你应许，坚定依靠你，怜悯人世向审判跨身。我呼求你怜悯，我呼求你恩典，你同在不离开，圣灵扶持我，你是我拯救。主，你的慈爱上及诸天，主，你的公义永远长存，主，你的信实直到万代。主，但愿我们所有的祷告，我们能够归给你，
也愿我们愿意勇于向你来认罪悔改，求你来怜悯我们。我呼求你怜悯，我呼求你恩典，我抓住你应许，坚定依靠你，怜悯原是向审判跨身，我呼求你怜悯，我呼求你恩典，你口袋不离开，生灵扶持我，你是我拯救。主，你同在不离开，你同在不离开，生灵扶持我，你是我拯救。主，我们知道你在这里。主，你知道我们需要你的同在。主，我们的软弱你都看见，但谢谢你所赐下的恩典和怜悯在我们的身上。主，在我们个人，在我们与其他人的关系，在这信仰的当中，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偏离你的道路，但主，你仍紧紧抓住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在这间教会里面，我们能够成为彼此的肢体。即便我们彼此不一定是认识，不一定是熟悉，但因着神你聚集我们在这里，我们就能够一起来赞美你。主啊，但愿我们将我们的心能够全然的摆上。虽然这世上有许多的一个诱惑，或者是我们有自己所要忙碌的事情，但我们仍然将这一切交托给你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要来荣耀你的名。主啊，求你更多与我们的同在，更多在这间教会，你要大大的来做工。主，你的灵膏抹每一位牧者，每一位长子，每一位同工，每一位会友，就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抓住你。我们祷告不足的，让我们用你所教导的主导文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人的债，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请坐。